乡亲啊，你有熟悉名叫做素兴的人无？宜兰东山乡最近有几个大型的扛棒，拢写讲素兴你伫咧倒位？到底这素兴是啥呢？原来是素兴茶。素兴是一种红茶，是总统府的前秘书长蒋介石号的。伊感觉这个所在的红茶素雅香芳，所以号名叫做素兴茶。啊，东山乡这礼拜六要来举办茶艺节，所以用这款的方式，要帮在地素兴茶拍广告。路边有一块看板写讲素兴你伫倒位，后一个路口伊阁看到这块看板。到底素兴是甚物人？是安怎？宜兰东山这四个拢看板伫找伊。应该是在卖房子吧。好。大家想的拢无共款，只好找乡长来解答。素兴就是我们东山乡的好茶，素兴茶。原来是为了拜六要举行的东山茶艺节拍广告。若是讲你嘛叫素兴前20名来参加活动，过才摕到民俗的大棒冠。这个素兴茶名是总统府前秘书长蒋介石号的，伊感觉这个红茶茶芳余韵素雅馨香，所以讲号名素兴茶。这个财政面积超过70公顷，顶礼拜蔡总统冒去甲茶农加油。立花部的瓜类甲囡仔做伙伫茶园内面找一心二叶，采收好的茶叶用古法。用手工慢慢啊烂，做出特殊的风味。这样子会变得很香哦。对，都有茶香的茶青味。茶芳唔若留伫个手内，当然嘛爱来啉几杯啊。当地茶农嘛将素兴茶甲在地有名的牛舌饼做结合，互茶滋味更加丰富有变化。总统嘛希望讲农委会会使加强行销，互在地好滋味，互更较侪人知影。这是什么？